今日同大家講白雪驚犬故事。從前有一個北京九公主，佢叫做白雪。佢住係皇宮，自在地生活。但係自從黑魔后嚟咗，白雪公主就要每日打掃皇宮。有日，黑魔后問魔鏡：魔鏡，呢個世界上邊隻狗狗最靚？魔鏡答佢：白雪公主最靚。黑魔后就好嬲，要揾殺手殺白雪公主。正當殺手想殺白雪公主時，殺手竟然放走咗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離開咗皇宮之後，入咗個森林，見到一間小木屋。白雪好攰，於是喺屋裏面瞓着咗。7個小矮人返到屋企，見到白雪公主，就好好客咁叫白雪公主留低。白雪每日幫小矮人做家務，佢哋一齊生活得好開心。有日，黑魔后又問魔鏡：魔鏡，呢個世界上邊隻狗狗最靚？魔鏡答佢：白雪公主最靚。黑魔后知道白雪公主未死，就好嬲，佢於是要親自出馬。佢打扮成老婆婆，諗住送一個毒蘋果俾公主，公主收咗，但係佢無中計。黑魔后知道公主無食毒蘋果，於是佢今日打扮成另一個婆婆送果茶俾白雪。白雪因為太耐無果茶飲，佢沖咗杯嚟飲，跟住佢就病咗。小矮人見公主病咗，好擔心，四處揾可以醫公主嘅方法。有一日，王子帶咗一盒片片茶香果茶，佢沖嚟俾公主飲。公主飲咗就精神煥發。原來黑魔后俾公主飲嘅果茶唔天然，有人做色素，公主飲咗唔舒服。之後王子俾佢飲片片茶香果茶，佢成分天然，無添加糖同色素，佢飲咗之後就好轉。自此白雪公主、王子同7個小矮人就一齊生活，仲時時一齊飲片片茶香果茶添。